有週刊報導，特區政府宣布零雙非政策之後，雙非孕婦來港分娩有死灰復燃嘅情況。報導指有中介公司安排雙非孕婦同香港男子假結婚，然後以單非孕婦嘅身份嚟香港預約私家醫院床位，或者透過走後門申請工作簽證嚟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喺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回應報導，表示會大力打擊中介活動，有信心遏止問題。雙非孕婦嚟香港非法產子，可能有死灰復燃嘅情況。我喺呢度呢，想向大家清楚咁講，亦都呢通過傳媒呢係向有意嚟香港非法產子嘅內地嘅雙非孕婦講清楚，特區政府有絕對嘅信心同埋把握，係會去遏止雙非孕婦嚟香港非法產子嘅所有嘅非法嘅中介活動呢，特區政府呢係會大力打擊嘅。梁振英話：今朝已經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商討，政府會密切關注，私家醫院亦都會配合。根據醫管局數字，非本地孕婦未經預約衝急症室分娩嘅個案持續減少，上個月錄得30宗，按月計係舊年1月以嚟新低。